去到的新 biology 啦，今日為大家講解嘅就係2024年嘅第8條嘅 long quack 啊。咁呢條 long quack 咧，你問翻我嘅話咧，竟然咧我見到一個好真實嘅情況咧，其實落到去2025年嘅 MC 咧，其中有一條題目咧，又係問翻類近嘅，所以咧大家又要留意翻清楚個作答技巧啦。咁當你去溫呢一個傳染病同埋非傳染病嘅課題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一係就背一啲機制啦，一係咧就數據分析題嘅。好啦，呢條題目都幾得意嘅，幾蝦人嘅。OK， 首先第一樣嘢一分入邊咧攞呢一個0.53分嘅。咁當中入邊佢就問翻你1992年至到2014年嗰個負擔百分比個分佈嘅變化。嗱，好多同學咧竟然咧喺呢一度攞唔到滿分，原因係啲咩呢？首先第一樣嘢。望住幅圖答先。首先第一樣嘢咧，個傳染病個疾病嘅負擔係點樣樣嘅咧？如果你係非傳染病嘅話咧，就係升啦，負擔係升嘅。但係傳染病嗰個係跌嘅。咁點解傳染病嗰個跌嘅咧？其實成幅圖調轉翻去睇，如果傳染病係非傳染病係升嘅話，傳染病你見到個數值咧，呢度係應該係60，呢度應該係40㗎。所以落到去咧，呢度應該係60，呢度係40㗎。所以落到咧傳染病嗰個負擔咧就跌落去。同學唔係太識睇呢啲圖，所以導致到咧落到去咧答嗰時候咧都見到咧同學仔嗰個表現咧其實未如理想嘅。OK， 咁呢度你就要留意下啦。咁去到 boy 題啦 ，boy 題咧就問翻你一樣嘢：1992至2014年接種同埋個發生率嘅影響。咁你好明顯一樣嘢就係個疫苗個接種覆蓋越嚟越多嘅話，咁乙型肝炎發生率梗係跌㗎啦咁樣。咁咧就跟住去到大家嘅最厲害嘅地方就係背書題啦，就係參考疫苗 OK 同埋接種嘅原理，解釋上圖嘅關係咁樣。咁落到咧過去歷屆試題都有教過㗎啦，一早有機會接觸過抗原，跟住產生記憶細胞，咁落到再遇到相同嘅抗原嗰時候，就引發嗰個繼發反應，個漿細胞就會喺短時間入邊產生大量嘅抗體，咁落到去就提供個免疫力俾大家。咁 B cell 係咁 ，T cell 又係咁嘅機制去背書咯。所以其實呢4分入邊其實都見到咧，同學咧4分入邊平均攞2.39分嘅，咁啊當中入邊其實都唔係太理想啊，因為過去歷屆試題成日都出嘅都見到。好啦，但係當中入邊參考 A 圖同 B 圖嗱，其實好多時咧而家出題嘅方向咧就係叫你參考2幅圖或者3幅圖。OK， 上一題都係咁嘅。OK， 2幅圖、3幅圖，接種嘅負擔嘅變化嘅角色，咁落到去1分入邊咧得0.29分嘅啫。咁落到去其實成件事即係問緊乜咧咁樣。咁接種上升嘅話，咁病發率梗係下降啦嘛。所以其實去到後期咁個接種負擔擔當嘅角色，即係疾病嘅話，喺傳染病嘅範疇就會下降。OK， 咁落到去下降個感染嘅人數嘅話，咁就會斷咗嗰個嘅傳播鏈啦。嗱，呢個答案咧就比較得意啲嘅，過去歷屆入邊咧都冇見過嘅。但係如果你喺呢一個以前嗰個課程入邊有一科叫做綜合科學科嘅話咧，其實落到去傳播鏈呢個概念係有講過嘅。所以呢度又大家又要留意啦。又或者減少嗰個嘅傳染病造成嗰個負擔，咁基本上冇乜問題。但係個問題其實有機會就係同學仔你睇題目嗰時候咧，唔明佢問乜負擔嘅變化嘅角色，就係減少個角色咯。咁用翻啲題目啲字眼答，唔使溫書題嚟嘅。OK， 咁去到 Doc 嗰題啦。嗱 ，Doc 嗰題入邊咧，就係喺有接種同冇接種嘅情況之下，唔同年齡層。OK， 所以咧其實你見到喺呢一個嘅目的入邊咧有2個嘅。第一，有接種冇接種，跟住落到唔同年齡。所以如果你係睇嗰時候，你要睇啲咩咧？就係一係就係未接種，未接種係升啊嘛。咁我用第二支筆去表達啦。一係就有接種唔同年齡，冇接種唔同年齡，咁去作出個比較。咁而家就想問翻你一樣嘢，就係嗰個嘅肝炎同埋肝癌究竟佢哋嘅關係？究竟肝炎同肝癌究竟係咩關係咧？咁樣咁唔該請你提出個結論出嚟，同埋俾翻個證據，上圖顯示。咁落到人哋問乜，你咪答乜咯，用翻題目嘅資料咯。喺所有嘅 age， 所有嘅年紀入邊，冇接種嘅係比有接種嘅較高機會有呢一個肝癌嘅病發率1分啦。咁第二件事，如果你係有接
有呢一個嘅乙型肝炎嘅話，患癌嘅風險就會上升。OK， 咁當中入邊呢一個就係個 risk factor， 就係嗰個風險因素。但係只係咁同你講一樣嘢，如果我答呢個問題嗰時候呢，我都未必能夠答到第二點嘅。第二點幾難答嘅。OK， 嗱，首先第一樣嘢，第二點點諗出嚟嘅呢？結論，咁咪望住題目嘅資料個 data， 然後我去分析去 draw 個 conclusion 出嚟咯，咁樣 OK 冇問題㗎呢個。但係2分，即係仲有個啊嘛。仲有個嘅話，即係我有個結論嘅就係，喂，其實可能佢係一個即係有肝炎嘅話，患癌嘅風險係會上升。呢一個係個 risk factor 嚟㗎。你本教科書入邊係有講過嗰啲非傳染病呢，其實落到去邊一啲係個因素引致到嗰個情況。所以當你去用字嗰時候呢，大家你又要留意翻一樣嘢啊！你本教科書咁樣去表達，其實落到去原來係喺個公開考試題目入邊呢，咁樣用得翻出嚟嘅。所以當中入邊，當我温呢條題目嗰時候，基本上就係唔使温書題。但係有邊啲位我要留意呢？例如接種嗰個機制我要留意啦。第二樣嘢，個截斷個傳播鏈嘅寫法啦。第三件事我要留意嘅就係嗰個嘅 data， 咁落到去嗰個嘅字眼，我點樣去跟得到啦？咁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2024年第8題嘅理解。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拜拜。